台灣史，認識台灣歷史篇，目錄。太素因時素片5六種論2種前四推1節8人進2節7面沙灰3種這4起1節人2日本人的話通2節2世班牙人的統治4種4太4起2節7日本教2節7貿易4 5種2 4推前起6節7人變6 2節這話通8 3節非日本教法典9 6種2 4推後起2節講日國際貿易2節軍侵侵吞7太政策的改變3第6章清領時代後期22第1台灣史，認識台灣歷史篇，目錄。第1章導論3。第2章史前時代4。第1節文化演進4。第2節原住民社會5。第3章國際競爭時期7。第1節漢人與日本人的活動7。第2節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統治8。第4章鄭氏治台時期12。第1節政治與文教12。第2節與貿易14。第5章清領時代前期16。第1節政治演變16。第2節經濟活動18。第3節社會與文教發展19。第6章清領時代後期22。第1節開港與國際貿易22。第2節日軍侵台與清然治台政策的改變23。第3節建省後的積極建設25。第7章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政治與經濟28。第1節台灣民主國與武裝抗日28。第2節政治與社會控制29。第3節殖民經濟的發展32。第8章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、學術與社會35。第1節教育與學術發展35。第2節社會變遷36。第3節社會運動38。第9章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變遷41。第1節初期的政治41。第2節中央政府遷台後的政治發展42。第3節外交與兩岸關係45。第10章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、文教與社會48。第1節經濟發展48。第2節教育與文化51。第3節社會變遷53。第11章未來展望56。導論。台灣歷史的分歧。年代時期歷史特色。